这次秦军占领了汉中，拔掉了楚国往日插在秦楚之间的楔子，将关中、汉中连成一片，对周边六国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压迫态势。长子，你立下头功，寡人敬你一杯。谢大王。大王宏图在胸，张仪乃是局中一走卒罢了。敬长子，敬长子。王后，大王正在设宴庆贺丹阳大捷。我要见大王，让我进去。如果让王后进大殿，小的担待不起。让我进去。不能进，王后。让我进去。让他进来。臣妾参见大王。王后本该在交房殿安心养胎，贸然来此有何事？臣妾有要紧的话说给大王听。秦楚两国相邻，唇齿相依，双方兵刃相见，实在令人痛惜。眼下战事早已结束，王后用不着为此焦虑。既然战事已罢，难道大王就不想与楚国重修旧好？如何重修旧好？抚慰并释放俘虏的楚军兵将，归还楚国汉中之地。唉，王后爱乡心切，希望两国交好，就不该让秦国割肉去补楚国的脓疮。秦楚两国交战，楚国出兵在先。如果这次赢家是楚国，难道楚国还会释放我秦军之将领，归还我秦国之土地吗？秦楚交恶都是因为你张仪行事不端，你怎有颜面立于朝堂之上，还说三道四？这里是秦国的朝堂，我张仪拿的是秦国的俸禄，我上对得起秦王，下对得起秦国的庶民，为何没有颜面呢？列强纷争，楚国乃强国之首，我张仪不去谋划那些小国，偏偏针对兵强国富的楚国，还不是因为楚国形势不堪，自取其辱？你张仪行骗，竟责怪我们楚国的不是。哎，楚国国君贪婪，与我秦国联姻，是为了贪图我大秦商於之地600里，数次讨要不成，企图联合齐国出兵伐秦。难道我秦国不该奋起反击吗？为王者厚德载道，臣妾恳求大王清除朝廷奸佞。寡人用人以德为本，满朝文武以忠为纲，何来的奸佞？世人皆知那张仪乃是反复无常的奸佞小人，秦国以他为相，定让列国笑话我秦国小人当道。大胆！我大秦建国数百年，从不允许妇人干政。你不识大体，强闯大殿，辱骂重臣，顶撞寡人，哪里配得上一国之母的身份？大王，臣妾苦口婆心，良言相劝，只求大王清除枉昧，以正纲常。闭嘴！王后已经神志不清，来人，在，即刻送王后回宫，面壁思过。大王，王后身子重，大王，臣妾还有话。奴婢送您回宫。大王，大王，臣妾还有话还没说完呢。王后，大王，王后，快叫太医！他心里想要别的女子，我自然不拦着。可你要我安排别的女子等到他身边去，心里总是别扭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算了。乏了，想睡一会儿。王后合眼吧，大王一会儿还要来用晚膳呢。玳瑁姑姑，依你看，让谁服侍大王为好？依奴婢看，不如按年纪大小来排列。孟昭是最为年长，
就安排他先为大王示警吧。依亲书，应该是芈月，你怎么不提他？王后，您不是早就答应过芈月，绝不安排他服侍大王吗？我知道你心里在顾虑什么。算了，就依你吧。大王到！臣妾见过大王。不是说过了吗？如今你怀有身孕，以后就免礼吧。谢大王。大王，今日女医告诉臣妾，凭脉象，臣妾怀的可能是男胎。男儿好，寡人期盼的就是你大秦生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他动了。杀！别打了，都别打了！这外面的人是哪来的？都是公子华的人呐！这明明公子那有禁把守，他们是怎么进来的？公子华朝堂之上公然行凶杀人，快把他给我杀了！谁敢杀我？呀！你们干什么？哎，往哪儿去啊？银通，记得你曾说过，当不当得成太子要父王说了算。如今我当上了，怎么看着眼红？当上太子又怎样？哼，我不仅当了太子，还娶了宜公主。说到这个，想必让你痛不欲生吧？就凭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讨嫌鬼，竟然对宜公主垂涎3尺，百般殷勤，真是丢人现眼。你虽然当了太子，但绝不会长久。长不长久，也不是你说了算，是父王说了算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仅要把这个太子好好的当下去，日后还会做大王，与宜公主生儿育女，子孙延绵，让你肝肠欲断，痛心疾首。你若是当大王，定是违背天意，这咸阳城定会臭气冲天。我与母亲要远远的离开咸阳城，省得闻到你的恶臭。我若做了大王，你和你的娘亲休想离开咸阳一步。
我会把宫中所有的茅厕都分封给你，让你日日伺候如厕，让你娘亲伺候我母后如厕。我要封你做大秦的如厕君。觉得委屈得很。你一点儿都不觉得王后跟此事有关系？芈月知道姐姐的为人。好吧，既然你为王后开脱，寡人自然要给你这面子。不是芈月面子大，而是因为大王是明君，多谢大王。小丫头，你也学会了阿谀奉承了。姑姑的头还在城墙上挂着吗？是，大王此地也太过分了，为了一个芈月，连王后面子也不给。大胆！这话也是你这身份的人说的。王后恕罪。大王这么做，不是为了我，也不是为了芈月，是为了整个后宫。大王是要以成世界，但姑姑却是为我死的。在城墙上挂着的，也是我的头。王后，你们都起来吧。是。听说大王给芈月的孩儿起了个名字。是，给那孩子取名叫季。听大王说，属季屠戮。算了，我也不打算追究了，只是希望你今后做事不要再自作聪明。母后说的是。嫣儿，你过来。自小你在我身边长大，你跟我说老实话，你跟黄歇到底怎么回事？那黄歇看得出你对黄歇有情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黄歇乃是人中龙凤，你若对他有情，并非是你的不是。母后做主，提起黄歇，婴儿心中好痛。你也是个伶俐的女子，明明知道黄歇对芈月有情，为何痴心不改？那是因为芈月蓄意蛊惑，若没有他，黄歇自然心意就转了。男女之间讲还是缘分，你和黄歇是否有缘，还要看你以后的作为。母后待婴儿情意深重，婴儿早已经把母后当成自己的娘亲。话说到这份上，我就让你留意一下你那叔妹妹，她天性纯良，易被人诓骗。芈月心思诡秘，经常在她身边，弄不好把她带坏了。我就把你当成自己的耳朵和眼睛，凡事多留个心眼儿。母后的话，婴儿记下了。秦王匆匆离开郢都，只怕是骑虎难下，知难而退了。当日寡人想用那丑厨娘给秦王个难堪，谁料想那让他受此连累，岂不是我的罪过？怡儿，怡儿，真是个好听的名字。好了，这都是我的不是，我不该容他进宫探病，更不该让他在我的披香殿的园子里抛头露面。公子当，你是王后的嫡子，王后对你的婚事早有打算，请你速速回去，也算是成全了怡儿。夫人，我是真心喜欢怡儿，岂敢有一丝一毫伤害她的心？女人的名节不是小事儿，任何人真心喜欢怡儿，都应该先禀告父母，
向我王兄提亲，行6礼，怎可像你这样思乡受受？我只是对仪儿思念心切，夫人若能容我，就看一眼仪儿，我自然会和父王母后商议。公子道，你这样纠缠不休，是陷我于不义呀。王后早已心存芥蒂，我若是如了你的愿，定会被看成攻于心计，谋算公子的奸人，只怕连仪儿也会被安上放荡无形、勾引他人的罪名。夫人，母后一向宽厚仁慈，岂会轻易伤人名节？夫人，王后来了。王后来了。她怎么来了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彩萍，先带公子到一旁等候。是，公子请。既然是这样，也就别怪我了。拜见王后。